好啦，乡亲啊，继续要来讲50岁，敢就算是老人咯。这个高雄有一间旅店推出着活动，优待的对象是50岁以上的老大人，结果消费者真袂爽哦。为着要挽回着顾客心，这个饭店取消年龄的限制，即摆是无分大细汉，全部拢大优待。 50岁以上，敢有算是银发族？50岁还是算那个中壮龄。哦，你几岁？50。50岁当少年，还有可能个老人呢。你几岁？我55。伫即个年会内底，民众认为家己阁真少年，这是高雄一间饭店目前的活动体验。自助吧优惠券目标优惠对象银发族，互人认为是50岁以上。 这引起一寡消费者来 complain，50岁就算是银发族，安尼用词是不是无啥妥当？你现在这个社会来讲，其实70岁都不算老。我觉得定义银发族应该60岁上下，差不多上60岁以上才算银发族。针对消费者感受无好，饭店出面来回释咧。是希望把这个优惠餐价呢，能够分享给更多的民众来享用。那引起这样的一个争议，我们也会从善如流，因为我们集团向来是以客为尊。 除了增加优惠的方案，嘛赶紧把原本的海报银发族改做60族，白头章换做黑头章。未来咧设计专栏的名称嘛，一定会更加慎重。